位於安南區的空寧大廈對停辦以後已經拍遠4-5檔，但市政府打算開3000萬買下7億的資產，不過因為建發局欠缺完整規劃，日前在議會審查預算被刪除，毛議員出來請在總質詢相當不滿，反而空寧大廈成為地方治安的死角，用來批評建發局敢是放棄活化規劃，把這個問題丟給所有的國中生、高中生，跟他問說康寧大學在這裡閒置這麼久了，以後要交給大家使用，大家有什麼想法？大家都可以寫出一整疊厚厚的報告來，但是你經發局從上到下沒有人可以回答，這個預算被刪除了，你對不起我們整個安南區的市民朋友，我跟你講。是議座，我們會努力的把這個預算給爭取下來。這個就是要大力的爭取，大力的辯護，告訴大家這裡活化對安南區有多好多重要。為什麼你會放棄治療？議員質疑市府團隊甲市長無共調，也包括安南區托育資源中心的新建工程，原本今年底就要完工，結果卻要拖到明年8月1案。議員批評草已經比人較懸，要求社會局徹底檢討到底問題處理的。你是欠工程人員，還是欠什麼？沒人會當來給你監督這個工程的進行，還是怎麼？為什麼閒置在那裡？它其實並不是能算是閒置啦，因為我們一直都在持續的努力，讓它工程可以完成。來，卡關在哪裡？我問重點，還是你還是不了解？跟議座為什麼還沒好？跟議座報告，這裡面的確有一些部分哈，是因為施工的部分有點困難。那我也自己也去看過那個地方，也大約知道他所有遇到的狀況。那但是呢，局長，我跟你講啦，不止這個工程，我們社會局很多工程也都延誤延宕。議員徛佇弱勢立場，除了為困苦民眾爭取補助，嘛為安南區主辦中劃案，地主為了守護家園甲財團訴訟10幾檔的糾紛甲爭議，要求市府消停，呼籲將惡質的廠商列為拒絕往來。台南新聞，郭文吉、楊順懷採訪報道。